土耳其强震搜救行动已经进入了第2天。根据土耳其电视台的报道，目前这场地震已造成了3381人死亡，2万余人受伤。土耳其总统宣布，土耳其全国哀悼7天。根据媒体报道，目前至少有45个国家提议提供援助，台湾也派出了搜救队伍前往当地。土耳其媒体报道，目前有超过1万支搜救队正在进行搜救。不过，土耳其目前正值冬天，入夜后气温便降到0度以下，加大了搜救难度。此外，有消息传出，有30到40名消防员在体育馆进行搜救时，建筑物忽然倒塌，消防员受困在废墟堆下。Yüksek sesle! Söylüyorlar, kimse gelmiyor. Mahvolduk ya, mahvolduk. Allah'ım yarabbim. Abi sabahtan beri ya, abi sesleri duyuyoruz. İki ses veriyor, kimse yok abi, kimse yok. Nasıl bir deri burası ya? Nasıl bir şey burası ya? 3位联合国专家2月6日表示，约有100万西藏儿童与家人失散，在中共官方设立的寄宿学校接受强迫同化。专家们认为，中国政府的做法违反了国际人权标准。法新社2月6日报道，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在一份声明中警告，中国政府通过学校系统在文化、宗教和语言上同化藏人的这一政策，加剧了人们对这类学校数量增加的关切。专家指出，西藏儿童正在失去使用母语的能力，也无法用藏语自在地与父母交流，这助长了他们遭同化、侵蚀藏人的身份认同。专家们说，根据所取得的信息表明，多数藏族儿童正在接受寄宿制学校的教育。通过一系列针对西藏教育、宗教和语言机构的镇压行动，这似乎是将西藏身份强制汉化，感到震惊。除了西藏，中共在所谓新疆地区也有同样的寄宿制学校。维吾尔人的家庭、文化和信仰遭遇中共的严重迫害，维吾尔人的子女被中共政府通过寄宿制学校系统地进行文化、宗教和语言上的同化政策，强迫汉化维吾尔儿童。维吾尔人权团体曾指控中国政府通过寄宿制学校拆散维吾尔人的家庭。中国国资委等13个部门近期下文，支持国有企业建立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充分发挥其在基本医疗服务提供、危急重症和疑难病症诊疗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有学者说，多年前国资委发文要求医院和国企剥离，现在又在走老路，继国企办供销社、办食堂之后，未来将重建医院。近日，中国国务院国资委、卫健委、发改委、民政部以及国家医保局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的支持国有企业办医疗机构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提出，支持具备条件的国有企业办医疗机构，牵头组建医联体，发挥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时事评论人士表示，国企医院曾经是国企员工的一项福利，增兴旺一时，但从上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开放逐渐衰落。2002年，国家经贸委等6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的意见，以切实减轻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2017年，国资委等6部门又出台国有企业办教育、医疗机构的指导意见，很多国企医疗机构要移交地方管理、关闭、撤销、重组改制。根据报道，今年1月，中国电建集团与通用技术集团医疗资源专业化整合正式签约。截止目前，通用技术集团已与20家中央或地方国有企业达成合作，共承接医疗机构339家，分布于26个省份和直辖市。虽然中共的间谍气球已经被美国击落，但风波却未结束。随着中美关系越发紧张，外界更加关注中共在这次事件中的真正意图。针对美军击落中共间谍气球，中共外交部2月6日发声明称，美方是滥用武力、过度反应，并反过来指责美国违反了国际惯例。从美国公布发现间谍气球到气球被击落，中共的说辞已经多次变脸。先是谴责美方污蔑，称间谍气球是美国自编自导的闹剧，之后改口承认气球属于中国，但只是一支民用气球，受不可抗力侮辱美国。而在美方击落气球后，又气急败坏，
扬言可能采取报复行动。随着间谍气球话题的不断升温，中共对各大官方微博账号实施了统一管理。2月3日，美国宣布发现了第2颗间谍气球。第3天之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才承认，这只飘荡在美丁拉州上空的气球同样属于中国。目前有美国官员表示，可能还有第3颗气球在美国附近活动，目前还没有公开具体位置。随着间谍气球被发现的越来越多，中共想要平静收场变得越来越难，拜登政府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美国取消国务卿访华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是否会因此出台针对中共的制裁措施，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不过，也有专家认为，中共有意将间谍气球放入美国，本身就充满了挑衅意味，或许其本意就是要挑起战争。